基督教作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喺2000幾年嘅發展中，經歷咗分裂同埋改革，逐漸形成咗天主教、東正教同埋新教三大派系。雖然大家都篤信上帝並尊耶穌為救世主，但係呢三大派系之間仲係有住相當唔同嘅傳統同埋信仰實踐。喺之前有2期節目中，我哋為大家介紹咗天主教傳入廣州嘅歷史，並帶大家探秘咗天主教喺廣州留低嘅歷史遺跡。其中位於越秀區一德路嘅石室聖心大教堂，被稱為哥德式建築嘅最後輝煌，係全國乃至成個東南亞地區最宏偉嘅天主教大教堂。另外，位於而家淘金路一帶嘅天主教聖山歷史亦都相當有趣。而家大家所熟悉嘅廣州天盛村呢個地段，正係因為聚居咗一群天主教教徒而開村立名。本期節目我哋會聚焦基督教三大派系中嘅新教，帶大家行一下基督教新教喺廣州嘅歷史遺跡，並且喺 City Walk 中同大家分享一下與之相關嘅有趣故事。嘉慶12年，25歲嘅英國倫敦傳道會傳教士羅伯特·馬禮遜喺廣州黃埔港登陸，成為首位進入中國嘅基督教新教傳教士。當時清政府實行禁教，馬禮遜只能夠藏身於美國商館秘密傳教，直到1834年喺廣州因病離世。喺中國生活嘅20幾年間，馬禮遜除咗致力於傳教之外，仲進行咗多方面嘅中英文化交流活動。其中有一樣對廣府文化嘅傳播起到相當重要嘅作用，就係佢編撰咗世界上第一本廣東話字典《廣東省土話字彙》。廣東省土話字彙唔單止係西方系統研究廣東話嘅起點，書入面所記錄嘅大量當時廣州市井用詞，更加為我哋呢啲當代廣府人留低咗最詳盡嘅19世紀廣府方言嘅考古樣本。好多流傳至今嘅廣東話俗語用法都可以喺書中揾到根源出處。值得提嘅係，根據清政府當時規定，中國人教授外國人中文會被視作漢奸處死，所以馬禮遜只能夠喺晚上偷偷高薪聘請老師前來授課。相傳馬禮遜只係用咗9個月嘅時間就可以熟練咁使用廣東話進行日常交流。多一個19世紀嘅外國人都知道咩叫入鄉隨俗。反觀當下嘅廣東話生存環境，不禁令人覺得無限唏噓啊！根據英國、法國、沙俄強迫清政府分別簽訂嘅結束第2次鴉片戰爭嘅不平等條約《北京條約》，基督新教正式獲得咗喺中國全境自由傳教、建堂、購置產業嘅權利。傳教士嘅活動唔再受地域限制。喺此前參觀嘅沙面天主教路德聖母堂嘅時候，我哋就已經為大家介紹咗英法兩國強行租借沙面島嘅歷史。喺沙面島成為租界嘅初期，英國佔據咗西部4/5嘅地盤。位於沙面北街同埋沙面3街交匯處嘅沙面西橋，建於咸豐11年，係當時沙面英租界嘅出入口，由英國警察把守。我哋今期 City Walk 嘅第一站就係位於沙面南街60號嘅英國聖公會基督教堂，即係而家嘅沙面堂。建於清同治4年嘅沙面堂係沙面現存最古老嘅建築物，亦係廣州現存歷史最為悠久嘅基督新教禮拜堂。沙面堂嘅前身係13行禮拜堂，為英國船員同埋僑民崇拜專用，所以而家喺教堂入面仲可以睇到專門為咗紀念當時來華進行航海貿易而遭遇海難離世嘅船員紀念碑。沙面堂嘅整體為一層磚石結構，平面採用新教教堂典型嘅長方形佈局，摒棄咗天主教教堂傳統十字形平面，契合新教崇尚簡樸、反對繁複儀式同埋奢華建築嘅宗教理念。整體以英國維多利亞晚期風格作為基底，區域性融入羅曼式穹頂設計，整體風格典雅克制，係廣州近代新教教堂中少見嘅純西式教堂。教堂嘅外立面採用經典嘅黃磚青取外牆，搭配白色石材，門窗線腳黃白配色簡約大氣，亦係沙面租界石式建築中最具代表性嘅配色方案，同沙面其他租界建築融為一體。教堂內存留咗廣州現存最早嘅原裝教堂老式管風琴，100年來始終配合禮拜唱詩，為前來禮拜嘅信眾帶來莊嚴嘅崇拜氛圍。沙面堂嘅旁邊係英國聖公會牧師嘅住宅，同教堂同期建成，帶有濃厚嘅亞洲殖民地式建築風格，雙層外廊結構能夠有效遮擋烈日、阻隔雨水，同時加速建築內部空氣對流，非常適合廣州漫長嘅高溫多雨天氣。係西方建築形制本土化改良嘅經典設計。一場嚟到沙面，除咗行教堂之外，大家不妨跟住我哋鏡頭一齊參觀一下沙面島上其他同英國息息相關嘅歷史建築遺址。
行完廣州現存歷史最為悠久嘅基督教新教禮拜堂，跟住落嚟，我哋 City Walk 嘅下一站為大家介紹嘅教堂，同樣係由英國教會興建，位於荔灣區盧迪西街萬善堂。民國元年，倫敦教會牧師奇理遜喺西關萬善堂入面開設福音堂。民國15年，教堂喺延寺重建，並更名為萬善堂。教堂主體建築創巴洛克風格，設計中融入咗金山頂造型、碧綠琉璃亞當、長雲浮雕、嶺南海棠窗花等多種中國建築元素，體現出近代廣州中西文化交融嘅特色。不過，我覺得最特別嘅地方仲係在於同萬善堂一堂之隔，就係另一座道教廟宇。兩種唔同信仰嘅宗教建築挨得咁近，我都係第一次見。萬善堂旁邊嘅道教廟宇係斗魯宮，始建於明朝崇禎年間，年紀上稱得上係萬善堂嘅老大哥。斗魯神相傳係北斗七星之母，主要負責主宰生命、治病救災同埋保佑平安。最顯著嘅形象特徵係四頭八臂。相傳曾任兩廣總督嘅洪文粲攻打海寇時，斗魯神現形於空中，因而大勝，所以洪文粲出資喺廣州城西興建咗呢座斗魯宮嚟專門供奉神君。斗魯宮整體遵循嶺南古建築經典中嘅中軸對稱三進院落格局，整體由3間主廳、2處天井庭院以及2側偏房圍廊組成，院落層層遞進，成座道觀採用傳統全木榫卯結構修築，全程唔使用一粒釘。歷經數百年嘅風雨，依舊穩固如初。屋面依舊保留原裝清代遺留嘅青灰瓦件，瓦面鋪設工藝考究，建築檐下裝飾精巧細膩，搭配嶺南特色磚雕、灰塑同埋木雕構件。一座係原汁原味嘅中式傳統道觀，一座係中西合璧嘅近代西式教堂。兩種截然不同嘅建築形制相依相鄰過百年。呢個大概就係廣州作為千年商都、包容多元文化最好嘅體現。如果覺得本期內容可以幫到大家發掘廣州有趣嘅另一面，就記得幫我點讚、分享同埋訂閱啦。除咗萬善堂之外，今期嘅節目仲想為大家介紹2間喺廣州老城區當中相當有特色嘅基督新教禮拜堂。江孝堂同埋石安堂。江孝堂由美國舊金山華僑成立嘅華國江紀神傳道會出資興建，喺民國13年落成使用。教堂主體高3層，為墨西哥巴洛克風格，外立面為標誌性嘅土黃大地色，主建築中央係直徑達6米嘅彩繪玫瑰花窗，花窗之下係鑲有江孝堂字樣嘅漢白玉匾額。禮拜大堂鐘樓南北兩邊建有5層高嘅塔形鐘樓。塔形鐘樓為典型嘅哥德式斬尖頂，塔樓嘅頂部採用中國傳統嘅樓台形式，覆蓋琉璃綠瓦，並且2側塔樓均設有巴洛克倒旋式陽台，所以江孝堂係一座集巴洛克、哥特、中華傳統3種風格混搭協調於一體嘅教堂，係西方宗教建築藝術喺嶺南本土化嘅經典案例。禮拜堂內部為劇院式教堂大廳，空間寬敞，設有多根多立克柱式支撐，最多可以容納1200幾名信眾進行禮拜活動。清光緒27年，旅美華人美以美會嘅余錫新牧師回國興建基督教堂。教堂原址喺西濠2馬路，因該處後來成為商業鬧市，所以教會決定喺1935年將教堂遷往豐寧路西瓜園。1936年2月，新堂落成，取名石安堂，意為上帝聖殿。石安堂採用中西合璧嘅設計理念，嶺南建築標誌性嘅紅牆同埋綠色琉璃瓦同哥特式尖頂形成鮮明嘅對比。屋頂4角採用咗嶺南建築特色嘅飛檐翹角設計，線條優美靈動，中和咗哥特式建築嘅嚴肅感。喺廣州一眾嘅教堂建築中，係別具一格嘅存在。因為篇幅有限，本期節目並唔可以帶大家行進廣州基督教新教教堂。如果對呢個主題感興趣，希望我哋繼續拍攝嘅朋友一定要留言或者分享支持一下。我哋下期節目再見。